各位有馬房村民戰，大家好。今次咧3月26日星期三沙田野馬賽事啊，全泥宴啊，當中擺9場泥地賽事。第一場嘅開跑時間咧係晚上6點45分。講翻咧星期日打比大賽，嗰場賽事啊真係好精彩啊！結果咧由騎師咧韋紀力策騎嘅呂健威馬房嘅8河飛區，最終咧力拒咧由騎師霍雲星策騎嘅祝願啊後上挑戰，成功繼咧1990年由騎師馬輝策騎伍碧權馬房嘅有料到之後，再由一匹處女馬勝出打比。呢場賽事啊，連同馬匹特別獎金8河飛區啊喺呢場賽事啊可以攞到咧1700幾萬嘅獎金啊，真係認真和味啊！另外跑第二嘅祝願啊，今場因為抽到14檔，所以用留後嘅跑法，沿途最後嘅一匹，直至入到直路之後，發揮凌厲嘅後勁啊，喺直路咧後上如飛啊，逢馬過馬。結果做出全場最快嘅末段時間21秒39，呢個時間比級制賽嘅標準末段時間23秒2啊，足足快咗1.8秒啊！呢個時間真係唔係好多馬可以做到啊！其實呢場賽事我哋都有投注祝願嘅 win pay 啊。當我哋見到祝願喺直路逢馬過馬，去到終點前最後一步我哋都以為祝願可以贏出，但最後影相以短馬頭位嘅距離，只得一直第二啊！雖然呢場賽事最終祝願飲恨唔可以成為打比民主，但我哋對人同馬嘅演出真係無話可說，完全收貨啊！跑馬係賭博，當中運氣嘅存在真係相當重要啊！OK， 講翻今次賽事，今次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7場路馬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呢匹來自澳洲嘅 PPG， 今年4歲，隸屬徐宇石馬房。星火燎原上季啱啱嚟香港嘅時候原本隸屬容天鵬馬房。但係跑咗2次賽事之後，我就決定拉莊轉入而家嘅徐宇石馬房。上季轉咗入徐宇石馬房之後，星火燎原嘅成績都係平平冇乜突破性嘅演出並且接近喺季尾開始要由4班降落5班作賽但係踏入今季開始，星火燎原嘅演出可以話脫胎換骨。今季一共出賽10次已經攞到1冠5馬嘅成績，頭2名嘅上名率高達60%當然星火燎原嘅成績突然令人一亮主要原因就係練馬師過往開頭只係安排跑草地賽事，突然改跑泥地，結果可以話試出一個明天星火燎原不但可以勝出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並且可以喺多場泥地嘅賽事跑入有威脅性嘅第2名，令到星火燎原成為徐宇石馬房少有連續好表現嘅參賽馬。上場賽事星火燎原繼續報跑佢嘅強項路程沙田泥地1000米賽事，但由於過往騎星火燎原有個好表現嘅大師傅，包括潘頓何澤堯同埋艾少禮等等，佢哋唔係受傷停賽就係被罰停賽，所以幕後特登揾咗騎師布文幫手策騎呢場賽事騎師布文冇利用排第1檔嘅優勢可以早啲擺星火燎原擺喺前邊比較前嘅位置結果開閘之後冇刻意搶前，哈魯文只係將星火燎原留喺中間位置。沿途忽上忽落，結果入到直路之後，雖然星火燎原以全場第2最快嘅末段時間，但最終呢一匹賠率只係得3.2倍嘅大熱門馬，只能夠跑入一直第5個終點。見到騎師布文今場嘅演出，其實真係有啲眼冤星火燎原今次賽事冒咗繼續報跑沙田泥地1002米，今次特登揾翻過往曾經策騎星火燎原跑過第2嘅騎師艾少禮幫手再次策騎。其實騎師艾少禮過往同練馬師徐宇石不嬲合作唔多但今季由1月份開始，大家開始再次合作。今季直至現在大家合作6次，都攞到1冠1亞1季嘅成績。睇數字騎練合作都相當愉快練馬師徐宇石石哥，佢現在嘅成績只係贏咗9場頭馬，同馬會要求嘅合格成績仲有5個頭馬嘅距離而家石哥佢旗下馬房只係得27匹馬，籌碼真係唔多雖然距離馬季結束仲有4個多月，但係對於彈藥咁少嘅馬房，如果今季要達到馬會嘅合格嘅成績，石哥真係要把握同埋更加積極每一場嘅賽事所以打後石哥每一場賽事嘅安排真係要絞盡腦汁所以今次賽事難得星火燎原仍然有一定嘅好嘅狀態收到消息，今日賽事馬房一定會搏盡並且有一定嘅信心所以我哋做馬迷都希望今次賽事星火燎原可以為練馬師徐宇石石哥再次贏出頭馬，拉近馬會要求練馬師合格成績嘅距離今次賽事我哋都投注星火燎原1 win 2 pay， 當係支持下石哥呢個馬房，希望到時星火燎原有好嘅演出，
OK，我重複今期嘅消息碼。今期嘅消息碼係第7層路號碼星火燎原。OK，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